海運戲院宣布喺6月1號最後營業，各方人士都覺得好惋惜，亦都再一次掀起咗點解觀眾唔願意再入戲院睇戲嘅呢一番爭論。喺較早嘅時候，台灣嘅 Netflix 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專頁宣傳嘅時候就講咗一句：週末做過最有效率嘅事就係用1.5倍速嚟追劇，亦都喺網上引起咗激烈嘅爭辯。而信報專欄作家劉亨利最近就喺佢嘅專欄新聞轉內式寫咗一篇文章，同我哋探討一下呢一種倍速觀影文化係點樣累死傳統戲院行業。講翻海運戲院結業同用1.5倍速追劇，兩單新聞表面睇起上嚟好似毫無關聯咁，但係就可能反映出一個世代觀影習慣嘅轉變。唔少新世代嘅觀眾唔係被網絡短片拉走，而係寧願倍速飛看電影，先能夠獲得最大嘅快樂。日本著名記者兼作家稻田豐史喺2021年開始觀察到呢一個現象，並出版專書《倍速社會、快電影、劇透與新消費文化》以作分析。佢喺日本進行嘅調查就發現，高達34.4%嘅受訪者有以倍速播放觀看電影同劇集嘅習慣，其中以20至29歲最為普遍。而佔呢一個年齡層男女各自嘅比例係54.6%同43.7%。佢哋甚至會根據串流平台係唔係擁有倍速功能嚟決定付費訂閱。而 Netflix 同埋 Amazon Prime 就成為咗最大嘅受益者啦。而喺觀看嘅過程中，有時唔限於以1.5倍或者更快嘅速度播放，有時更加會以10秒快轉嘅形式嚟跳看全片。講到呢度，先同大家補充一下相關嘅概念。稻田豐史喺書中指出嘅 TP 值其實就係 Time Performance，CP 值 Cost Performance 就係大家好熟悉嘅性價比。將概念換成時間嘅話，就係 TP 值啦。而倍速播放追求嘅就係有效咁利用時間。喺倍速觀看嘅習慣當中，以電視劇為最多，大約佔37%。其次就係新聞報道、綜藝節目、電影同埋 YouTube。而提到 YouTube， 佢喺2010年首次推出倍速播放功能，可以分別加快1.25、1.5或者2倍速。根據2022年 YouTube 嘅調查，以1.5倍速最受歡迎，其次就係2倍速。調查仲指出，如果使用者每日用倍速播放影片嘅話，平均可以慳成900年嘅時間，相等於睇江南 Style MV 成1.13億次，或者就係聽 Baby Shark 更2.1億次。除咗財經資訊，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、旅遊、飲食、體育等嘅內容。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，每逢週1、3、5、6見報，週末版附送嘅風信子，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、名人專訪，帶領大家擴闊視野，領悟人生智慧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，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！而啱啱提及過，電視劇係最多人倍速觀看嘅內容。串流平台 Netflix 喺2019年亦都推出倍速播放功能，當時就惹嚟唔少業內人士抨擊，話呢一個功能荒謬，侮辱製作人，又會令戲院業情況雪上加霜。有關點解要用倍速睇片嘅呢一個問題，有好多人都會即時聯繫到速食文化、資訊爆炸、娛樂多樣化。串流平台1個月任睇嘅情況底下，倍速世代選擇咗重量唔重質，亦即係喺最短嘅時間內觀看最多嘅作品，亦唔再以享受觀影過程帶嚟嘅快樂作為目標。呢一點係業內人士批評得最激烈嘅部分。導演同演員唔單止認為倍速播放破壞咗作品嘅藝術性同完整性，更大嘅問題係，當你習慣咗倍速睇戲，自然就唔願意再去戲院啦。不過效益主義並唔能夠完全解釋呢一個現象，因為如果要用最短嘅時間知道最多劇情嘅話，好似谷阿莫嗰一種3分鐘睇完一套戲，先至係 TP 值最高嘅選擇。然而倍速世代即使快速飛住睇，大致上都係會選擇睇完大部分嘅作品，而且喺超熱門電影上映嘅時候，佢哋都唔抗拒去到戲院度觀賞。稻田豐史就解釋呢一個其實係享樂主義嘅轉變。
傳統世代通常會將作品分為好睇同唔好睇兩種，好自然只會睇前者而唔睇後者。倍速世代就係將每一套作品都分為好睇同唔好睇兩部分，唔好睇嘅部分就快轉跳過，只係睇中意嘅部分。呢一個就係佢哋獲得最大快樂嘅方法啦。有關倍速睇戲係唔係道德，呢一場爭論相信永遠都唔會完結。但係倍速世代唔再滿足於傳統電影嘅觀賞經驗，呢一個係不爭嘅事實。唔做改變嘅話，只會俾時代淘汰。所以 Sony 舊年就收購咗 Alamo Drafthouse Cinema。佢嘅賣點除咗係售賣高級餐點，直送到座位附設嘅餐台上享用之外，亦都定期舉辦各種專題放映展，甚至 party 活動。最終嘅目的就係為咗提供一種唔能夠靠倍速跳過嘅快樂。信報迎新優惠嚟啦！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，將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深度分析帶返屋企。呢一個優惠唔好錯過，快啲去留言區 click 入訂閱連結體驗一下啦！